立法院已经参透通过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，明定经过军方通报管制场域，伫咧演训期间也会当当作是军事营区，无经过许可伫咧军事营区内面翕相录影或者是侦察，拢会去犯法。军事部即马就伫咧烦恼讲其翕证期间的犯法咧，公布是回应讲翕证期的起降时阵无危害军事机密安全，无伫咧禁止范围内。今年汉光演习伫新北8里海沙堡进行反电流作战，按国未来国军伫这个所在进行演训期间，拢爱管制。立法院参透通过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，明定经过军方通报管制场域，伫演训期间嘛当作军事营区，无经过许可伫军事营区内摄录影，还是其他侦查行为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营区外做相关的行为，而且有危害安全，相关会当罚15万的罚款。按国军事部是烦恼翕证机可能就会触发。军事迷拍摄战机起降的行为，如果没有危害军事机密的安全，那并不是这个条例禁止的范围。那么对于禁止的行为，也会明确的公告。国防部讲，国军未来伫营区外实施演训，若做有可能甲民众活动范围定他，会明确公告管制范围、时间，甲影响降到最低。学者苏克宏分析，主要是要补足军事营区安全维护的法源，会当减少进前民众因为乌白走入营区的法律争议。专家提醒，若是限制伤过济，恐惊原来会互专门参与国防的议员拍折。但是你反而把很多他关心国防事务的，或者他喜欢军事的，他甚至他会对于全民国防教育是有帮助的这些人，你会把他推开。最近一直有无人机侵扰营区，这个3条条文嘛明定，国军伫咧执行军营安全勤务，若做有无人机，还是其他无人飞行物体飞过军营，有危害国防军事设施，还是机密资讯的顾虑，必要的时阵会当使用武器。专家认为，有法院的支持，有助国军强化应对无人机的干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